港星陈小春与妻子殷彩儿婚后育有一子 Jasper， 两人先前曾透露会生第二胎，让不少网友相当期待。只不过殷彩儿最近频频被媒体发现疑似怀有身孕，除了被拍到穿着宽松跟儿子逛婴儿用品店外，陈小春这个贴心小举动，让不少网友惊呼怀孕了，甚至登上微博热搜榜。殷彩儿日前被拍到与儿子 Jasper 逛婴儿用品店，只见她头戴鸭舌帽，身穿宽松的上衣，看起来韵味十足。且根据媒体报道，陈小春和殷彩儿站在餐厅外等位时，殷彩儿见丈夫拿出香烟，随即用卫生纸遮住口鼻，陈小春也刻意走远才开始抽烟。这个贴心小动作被网友猜测是为了保护怀孕中的妻子。对此，陈小春、殷彩儿所属的工作室表示，小事不知道，小事不清楚，以及努力把大家视线从殷彩儿孕肚上拉到这边来。陈小春、殷彩儿最新合体大片都给我夸，希望网友们将注意力放在两人合拍的杂志宣传照上，并未证实殷彩儿怀孕的消息。